立法會喺會期內通常逢星期三舉行會議，而為立法會會議做準備嘅就係內務委員會。內務委員會嘅主席同副主席由議員互選產生。現任內會嘅主席係梁君彥議員，而副主席就係湯家驊議員。內務委員會通常喺星期五下晝舉行會議，主要係商議同立法會事務有關嘅事宜，為之後1至2個星期舉行嘅立法會會議做好準備。2014年婚姻修訂條例草案嘅法律顧問。係主席，內務委員會另一項職責就係決定是否成立法案委員會或者小組委員會，研究已經提交立法會嘅法案同附屬法例。主席，呢個條例草案，我諗我哋都建議委員呢係成立呢個法案委員會詳細研究。需唔需要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此外，內會亦都可以決定是否就跨越多個政策範疇嘅課題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如果冇意見，我哋就會喺內務委員會下邊成立呢個扶貧委員會。有冇人參加？內務委員會亦會就重要嘅議題同政策召開特別會議，邀請政務司司長嚟到同議員進行討論。而家就一齊體驗一下內會主席同副主席為舉行內務委員會會議而喺一個星期裡面所做嘅工作。喺星期五早上，內務委員會主席同副主席會先同秘書處職員開會，討論當日議程內嘅事項，為下晝舉行嘅會議做準備。會後，內會主席會隨即向立法會主席匯報並且交換意見，而內務委員會就會喺當日下晝2點半舉行。每次舉行內會會議之後，內會主席同副主席都會喺隨後嘅星期一同政務司司長會面，向司長轉達會議嘅決定同議員嘅意見。喺星期三嘅立法會會議，內會主席亦同時擔任立法會代理主席。當立法會主席未能主持立法會會議嘅時候，就由內會主席代為主持。內務委員會最重要就係處理跟住嚟緊嗰2次立法會會議嘅處理嘅事情。另外，內會亦擔當行政機關同埋立法機關嘅橋梁，加強雙方面嘅溝通。主席，規程問題，我唔明白點解佢可以咁樣講嘢，我唔可以咁樣講嘢？你冇糾正佢嘅呢？我覺得你講嘢同佢差唔多嘅啫嘛。我提醒議員呢，今個議程係講嘅嘢，講翻議程嘅嘢，好嘛？其實作為內會主席咧，係似一個球證嘅，除咗要協調議員嘅意見咧，亦都係要尋求共識。咁兩者咧係要取得個平衡咧，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咁最緊要咧，我哋都係要跟住議事規則去處理所有嘅事項。